大家好，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有睇咗啱啱星期日嘅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第二集，當中無線男藝員有翻版王浩信之稱嘅林俊琪驚喜出現，令到節目再增添浪漫氣氛。未繼續講之前，請大家支持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。講返呢套劇，其實在林俊琪未出場前，佢講咗幾句說話，但係5位女神好似都估唔到佢係邊位男同事。最後葉倩文終於按捺不住撳咗燈。當林俊琪出場時，全場嘩然。梁敏巧直接問他：你想追邊個？全場靜咗幾秒等待着答案。但當林俊琪話係羅毓儀嘅時候，5位女神都興奮得大聲尖叫。好多網友都話當其時真係估佢唔到，因為林俊琪有1.83米高，而羅毓儀只得1.56米高。計一計數，兩人相差大約有10寸半之多，外形好似唔多好合襯，但也有不少網民認為外形襯唔係一個主要因素，最重要反而係大家性格夾唔夾，相唔相處到，以及大家係咪真正鍾意對方才係最重要的。又講返套劇，羅毓儀話自己個心跳得好快，其後梁敏巧又追問林俊琪：你鍾意佢什麼？林俊琪則話鍾意羅毓儀成日笑，咁又係。羅毓儀樣子甜美可愛，人又靚又活潑，性格開朗又成日笑。係有好多男仔都會鍾意呢類型嘅女仔的。其後林盛斌話，羅毓儀之前曾經講過唔想同圈內人拍拖，又追問他呢個係咪一個好大嘅原則，但羅毓儀則笑笑口回答話，其實佢係一個冇原則嘅人。有網民則認為羅毓儀當其時可借住呢個原則藉口，簡單地拒絕咗林俊琪，但羅毓儀並冇咁樣做，證明咗雖然林俊琪突如其來的示愛，佢對林俊琪其實都係好有意思。其後林俊琪繼續一輪深情表白，羅毓儀話感動到想喊，因為佢哋雖然認識咗好耐，但其實冇什麼交集，反而林俊琪好似好了解佢自己咁，也話估唔到有人鍾意自己。羅毓儀邊講邊喊，有點激動，絕對係真情流露，場面感人。江美儀也讚呢段好 sweet， 有網民大讚林俊琪高大威猛，勇敢又細心。也有網民話林俊琪怕醜得嚟有啲可愛，羅毓儀最後都係揀返林俊琪。其後羅毓儀上前為林俊琪戴上心動頸鏈時，浪漫溫馨場面再次出現，相信電視機前嘅觀眾就算隔住個屏幕，也都感受到現場嘅浪漫氣氛。戥他們兩個高興，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下次見，拜拜。